馮睎乾的專欄，標題為到底係咪孫中山推翻滿清呢？日前有讀者來信問咗一個好有意思嘅問題。最近喺 Flash 上睇到好多台灣人講推翻滿清嘅唔係孫中山，而係袁世凱。佢哋提出嘅證據係滿清嘅退位詔書係寫退位俾袁，而唔係孫。而且孫中山係喺1940年才被國民黨選出嚟尊為國父，喺呢個之前並未有國父呢個說法。關於係邊個推翻滿清，我從小到大都以為係孫中山先生，因為學校老師都咁樣教，社會上好似亦未有人提出異議。但係滿清之後，袁世凱的確短暫地做咗皇帝，而家呢個新嘅說法真係讓我有啲動搖。難道我真係被洗腦咗咁多年咩？講到誰才是真正推翻滿清嘅，咁就要睇你點樣定義推翻呢兩個字啦。武昌起義並唔係孫文策劃嘅，事發當時佢甚至唔喺中國，而係喺美國丹佛。佢係2日後睇報紙先知道武昌被革命黨佔領，詳細內容可以參考孫文嘅建國方略之一心理建設。如果你認為推翻係指親自指揮、親自部署、親自督戰才算數，咁孫文的確未有直接推翻滿清。以當時嘅局勢嚟講，真正有實力將搖搖欲墜嘅滿清王朝一腳踩翻嘅係嗰個老謀深算嘅袁世凱。佢手下有一支好強嘅北洋軍，又當上咗內閣總理大臣，北方嘅政權幾乎都喺佢掌握之中。清廷請佢出嚟收拾殘局，佢卻暗地裏同革命黨眉來眼去。革命黨人亦心知肚明，光靠自己嗰啲力量恐怕好難打贏北洋軍，所以就想辦法拉攏袁世凱。老奸巨猾嘅袁世凱亦表示贊成共和，但佢開出嘅條件係要讓佢做總統。後續大家都知道啦，孫文回到中國，被選為臨時大總統。清廷知道袁世凱已經倒戈，大勢已去，只好頒布退位詔書，讓袁世凱以全權組織臨時共和政府，與民軍協商統一辦法。孫文未有眷戀權位，實際上佢亦未有足夠嘅實力不妥協，乖乖將臨時大總統嘅位置讓俾袁世凱。嚴格嚟講，清廷嘅詔書並未有講明要退位俾袁世凱，只係讓佢組織臨時共和政府同革命黨協商而已。後來佢竟然開倒車稱帝，改年號為洪憲，仲自吹自擂講帝號由清室轉移，並非取之民國。遇見劉成瑜嘅洪憲紀事詩，呢種話當然不能當真。咁樣推翻滿清就完全係袁世凱個功勞，孫文只係個搭順風車嘅人咩？的確越嚟越多人咁樣想，但實際有欠公允。你固然可以講辛亥革命未有袁世凱就不成事，但假如未有孫文，恐怕未必有辛亥革命。如果未有孫文10幾20年嚟嘅革命宣傳，組織興中會、同盟會，到處演講募款，雖然亦唔係好順利，整天喊住驅除韃虜、恢復中華呢啲口號，以此嚟激勵人心，辛亥革命亦唔可能一呼百應，水到渠成。孫文就係嗰個吹響號角嘅精神領袖，到處奔走疾呼，點燃咗革命嘅火苗。而真正收割革命果實嘅，卻係嗰個攞住刀子捅死清朝嘅袁世凱。所以你問我，到底誰才是真正推翻滿清嘅人？我只能講，一個係夢想家，一個係實力派，呢兩個人缺一不可。至於中華民國國父呢個稱號，的確係喺1940年才正式被國民政府確立嘅，但說之前未有國父咁樣嘅稱號，亦唔係完全正確。孫文喺1925年過世嘅時候，豫軍總司令范宗秀曾經送上一個巨大嘅素花橫額，上面就已經寫住國父2個字。由此可見，國父呢個尊稱喺民間早就出現，只係1940年才獲得官方正式認可。最後，讓我簡單地回應呢位讀者懷疑自己被洗腦嘅問題。點解我哋從小上嘅歷史課都好似將推翻滿清嘅功勞幾乎全部歸功於孫中山一個人呢？呢個現象背後其實係課堂教育嘅限制同政治宣傳交織喺一齊嘅結果。國民政府將孫文尊為國父，當然有其政治上嘅考量，除咗藉此建立國家認同，亦希望鞏固自己嘅執政權威。另一方面，學校為咗方便教學，亦會盡量將歷史敘事簡化。談到辛亥革命，
就着重喺孫中山呢個主角身上，從而淡化袁世凱等人，甚至某些偶發事件，好似睡情逃跑嘅實際影響，讓學生更容易理解。咁唔見得係刻意嘅洗腦，只係歷史教育嘅基礎階段，難免會比較簡略，唔會深入探討各種細節。所以一提到汪精衛就係漢奸，一講到孫文就係國父，好似舞台上嘅樣板角色。不禁想起張愛玲講過：我未有寫歷史的志願，亦未有資格評論史家應持何種態度。可是私下裏總希望他們多說點不相干的話。我亦希望小時候上歷史課能多聽一啲不相干的話，好似係羅莉控孫文跟大閱芬嘅戀情，康有為晚年為咗回春而割掉睾丸，諸如此類，都可讓你更真實地認識呢啲近代史名人。可惜嘅係，呢啲不相干的話都好難喺中小學面前宣之於口，所以歷史呢回事真係要終身學習，甚至與時並進地更新嘅。喺不同年紀跟不同時代，你都可以有截然不同嘅體悟。歷史未有永恆不變嘅常識，歷史不單係當代史，更係你個人嘅思想史。本文獲作者授權，轉載自馮睎乾13維度 Patreon。編者按本文僅代表專欄作者個人意見，不反映本報立場。